topic OK 我知道 on 了我 copy 為 link copy OK 為 link 去 copy 為 link 特別去 Facebook 會 post 當然你啱啱啦看住人無看特別叫我找 post in case 人當邊單嘅事你做點先我 reset 環境啫你當然做下 reset 環境就係嘅 OK Clubhouse 會聽講攏多啲一啲成交如果是愛起來甲我人拍殼請人起手我就帶人起來特別一個條件就是你愛互我 record 你嘅聲咯還是你漸成來講你起手我人就帶你起來拍殼有講有笑有啉有伴奏對แล้วก็有若是人要看呢人要看YouTube 咧使去 youtube.com/penang.hokkien podcast 對看到我現條錄音啊睇當佢我要 start 一下但話mana pi OK alright 其實大媽攏聽到嘅聲咧大波聲真好聽呀你愛看伊邊英國中攏都看咩去 YouTube 看YouTube 會看 OK 但話就差唔多要 start 了係啊，各位聽眾，各位再歡迎咱倒來收聽本來福建嘅節目。等下後邊我就識過，冇上 episode 對我識啫。這個禮拜咧，我要講嘅話題就是要講糖鏡。然後我糖鏡什麼意思咧？可能我開始講時都就知啊。這禮拜特別嘉賓咧，我落背下有啊，即 YouTube 有啊。我冇 producer 就是嚟行考，即禮拜特別嘉賓咧，等卡阿咩啊，春季那天啊，等我看我今天早去食物件啦，頂了叫三八三嗰啲教三個，嗰啲教獎教線英國點個啲個鹹水啲有啲哦，鹹水啲。哎呀 ，sorry 啊，別記開嚟麥，別講人聽唔 sorry 英國點出聲，頭我別記開啲麥。大家好。鹹水啲個啲個。阿媽困住啦，我兩個聽到啲。我就是講係你變咧福建嘅即個紅色加 Clubhouse 上面紅色是真正像嘅，甲一人本是要講話啊，無是到底你聽嚇，聽甲困去啊，唔知有當時講到底大頂人麥個開掉，佢聽到。是啦，我個 speaker 嘛是像。嚇，對，了個有帶啲個阿三laksa咯，歡迎阿三laksa。แล้วก็英國調，反正英國調嘅聲真好聽，英國調都聽好你聲，講好你聲。Hello，這裡有好聲咩？較晏就冇，較晏你咪嘅，較大聲冇。我真係晏了，差不多被吉辣，我係咪？對，都被吉辣了，嘅聲較好聽。吉辣。แล้ว你camera 較勁，但係我係看到嘛 ，because 你邊嘅我你咪啊，你對，較落個較落。啉水嘅。買啦。了，等我炒粿條，啲炒粿條啊！你個炒粿條啊，因為煮成好食嘅物件誒。就是啦，แล้วก็我介紹我 Clubhouse 上面變咗福建同叫啊，有一個變咗福建。到啲 Clubhouse 上面變咗福建，我自己 club 呀，所以講就是愛有興趣要對話，還是對話變咗福建 podcast 嘅 club，還是變 global 福建 speakers 嘅 club，你攏會使去網頁去看。我應該是幫這些攏應該是到啲網頁去睇看，然後 click 就對嘅話，但是你當然是 public beta 呢 ，beta 都就是講無咁難使接嘅。都特別人請你嘅細節，就是講你有興趣要參加嚟講，你頭條件都是頭一條你特別有 iOS device 件伊個 software 啊，然後伊個即 Clubhouse software 特別是唔知頂拍啲特別13 iOS 13起嗬，然後你特別接起入邊download 啲 software 我對使寄下你啲 invitation 啊，特別請貼嘅細節嘅。當今暫時啦嚇，特別請貼嘅細節。啲人แล้วก็當今到啲大頂嘅，特別嘉賓咧就是我Clubhouse 嘅 producer 冇白可能。佢แล้วหลัง好。แล้วก็法國嘅聽眾老趙300จาน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สินเจ้าชูคีบิน Hello， แล้วก็老椒未使講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สินเจ้า紅豆烘是紅豆烘啊大家好，actually 是紅豆冰，喂，你哦，紅豆冰，冰烘，哎呀，我唔知安怎變安尼款啦，特別搞到人是安尼分講叫啊，叫做紅豆冰啊，紅豆冰啊是紅豆冰，紅豆冰啊，唔是紅豆冰啊，紅豆冰，哦，意思講你係紅豆啊，係生啊。ไอ้กระจัง 是嘛是豆咯，แล้ว烘是紅嘛，紅哦，面好哦，紅豆。哦，OK，紅豆冰 ，OK， 紅豆冰，我頭媽睇真係希望叫你烘嘅紅豆烘嘅，紅豆烘，豆烘，頭烘，紅豆冰，我好聽紅豆冰 ，OK， 叫你紅豆冰，先叫紅豆冰，紅豆冰是上有等個位，裝嘟嘅。哇！你看，一啲我去食看，一啲 audience 個裝過，一啲 audience 個有阿龍有喺邊咯，特別是講嘢啦。I think 有時特啲電話邊有去聽，然後個有地圖門特啲喺邊，特別有時聽咧冇講。見到冇啲小背虎，先呢冇話，先呢是叫做打點。先呢叫打點你明啊？先呢來起來哦，先呢你起來講啊，我講打點啊，是就可以打點嚟啊，先呢是，哎呦，然後個有 Sean 啊，Sean 是特別有聽，Sean 是我係 portable Wikipedia 嘅，我冇插我到啲得嚟。platform 啊 social media 我講下面物件嚇，我唔知物件啊，我看你 Facebook 蹦出來啊，一除後話咧，伊 result 真係好料。然後是我即executive boy 是我 producer 嚟 behind the scene，一個 scene 咯 ，hello scene 方，然後個有Adrian 個開蛋阿 V 個有 Samsung 哦 Samsung 然後個有Topman 加KK Ken 咯講緊 KK OK， 然後那是最有興趣特別好玩錄音類聲啦嚇，但是如果興趣嚟講，你舉手咧好，我頂面嘅檸檬對坐到起來啊。檸檬就是 admin 啊，冇 moderator， 哇！喂，看你插幾條嚟，應該點好玩看啦，你插幾條，攏必看，應該點插幾條，你攞嚟去 youtube.com/penahokkienpodcast， 哇！冇繼續好啦，否則你啦，我 freeze 了，我 microwave， 我 L 是我 microwave 哦 ，Christine 咪你接嚟啊，咁咩食？哦。你食你咪開嚇，你咪幾啊 crank up 淡薄啦，兩個聽到你食先。唔係啦，你做我見笑呢？你做我見笑，嚟看下。有見你 clubhouse 冇人看到你，冇人知你是隨聽到聲呢。YouTube 有夠人看到，幾多百人看到。有見啊，YouTube 嘅了，有見啦，老椒啦。識啊嘛，你邊啊係開較大啊？你見你咪。哎呀，冇乜白，看到路呢，會做食嘅物件，安尼曉。就是話，今日咧 ，OK， 我未記我今日咧 topic 上面啊，知道今日咧我未講糖囝、糖爸嘅糖媽 ，Sugar Daddy、Sugar Mommy 加 Sugar Baby， 然後因為最近咪是馬來西亞唔是發生一事，係咩事啊？人知到馬來西亞人知哦，那報告啫。唔知寫是唔知有一個 website 是學接你 Sugar Daddy 加 Sugar Baby 誒上 website 你看你是唔是？唔知叫咩？Sugar Book， 哈 ，Sugar Book 一等藤冊，哦 Sugar Book play of Facebook 啦 Sugar Book， 哦藤冊，แล้ว嚇，你報即個紅豆冰你講話，伊新聞係咩啊？I think 我唔是講制㗎了啊，我制是講伊頭是伊放一個 statistic 講多一個大學嘅人用一個 Sugar Book 嘅濟，
sugar baby 啊，แล้ว後尾是掉了，也是有掉了。這是馬來西亞人啊，伊個 CEO 是馬來西亞人嚟。哦。伊公司是啲馬來西亞。哦。แล้ว伊個成立是做咩？伊成立是上個講荷蘭你有興趣 matching 啦，伊上個係你 dating 嘅 app 安尼特別。dating app 安尼可能。哦，特別是 dating with benefits 啊。明白。แล้ว伊當今伊個 CEO 個掉掠掉，掉落急掉啊。伊是 CEO 掉了，後尾甲講伊係 ban 伊嘅。ban 伊個 website，伊網頁。แล้ว後尾甲 ban 伊個 website。哦，明白。แล้ว特別伊成立是新嘅哦，伊網頁是新嘅，是古了嘅。伊是。有一段時啊，特別伊還是就是幫下你 statistic 哦，伊 marketing 嘛，แล้วมันจะแล้วของแฮม小姐 attention น่ะ可能看到啊，小姐 attention 是啊。哦，明白。แล้วเป็นจูอันนั้นน่ะเป็นจูก็出數起啦，เพราะเป็นจู人就掠起啦。是哦，像個議會議龜頭是唔是？議會議龜頭就燒者啊。哦，แล้ว係咧，伊個網頁是安怎攤類呢？樣想何類是通過伊迄個騰車誒邊即個網頁，或者樣抽%還是安怎？還是 membership 特別入類特別好？安怎攤類安怎 monetize？我唔知哦，特別嗰啲是像個你講 percent 嘅哦，伊幫伊大龍都吹嘛，是唔是？嚇！你想你做媒人嘅可能啊是，特別嗰隻嗰種特別伊是講嗰隻人，有啲人是冇用啊，你可能 app 嘅，另外買好啊你類。哦，讓自己另外自己個口較好啦。對，伊是一個 app，若是你用一個 app，你愛用一個 app 嘅話，嗰隻人是。用伊人 app 裏面的好啦 ，OK。哦，แล้ว別人ก็知有啷別人知關係個這個Sugar Book 嘅這個新聞咯，唔知啊。我冇聽過 Sugar Book。哦 ，OK 啦 ，OK，當今人講話啦，人講話，你人參詳啦，當然參詳講，若是講你會用安尼款嘅 website 呢，但係人會 define 這塊，係咪是藤巴藤麥個藤囝係咪？亂嘅 understanding 話，就maybe 英國中啊，唔係，冇冇白講，冇白。你講，你對你嚟講啦，你按照 define， 按照叫做藤巴藤麥個藤囝嘅意思係咪冇相？係係咩意思？照我嘅看法啦，你做藤巴甲藤麥咧，你燒嘅人啦，就是講你燒嘅藤囝啦，嗬，就是較少包哈，叫包。包你包嘅是少年為女嘅咯，較濟啊，了應該是啦，了特別我實冇講這事，是伊老是因為較濟較有會人了，較有談就較濟類咯，有可能啊，有可能對。了個有較老啊，有可能較人較高險無愛老嘅人，所以老人佢就會夾類來買。你夾類嚟買咯，夾類嚟買，伊人嘅人嘅盤啦，買盤，了是看應該是看即個囡仔囝嗬，伊人嘅藤囝，看伊人愛要求就借咯，上加上豆哥，我看伊是愛 iPhone 嘅，所以應該要求就借咯。豆哥走咗咯，豆哥，走咗特別應該做辦嘅事，而家都做。夾帶啊！喂，等陣我梗係 distracted，然後咪嗰陣啲食好料嘅啦。我看包鹹店都食咩？包鹹店。我食 wrap，我看入面啊，看啫。luncheon meat tuna fish。哇！好料。Oh my god！好料，แล้วอาจจะเลยสามารถ食咩 ？Cheetos。就Cheetos，你看意思咧，Cheetos咧白白你是 chips 嚟噶。corn 定是 tortilla 哈。你Cheetos 嘅好料嚟看啊，你Cheetos是 big 嘅啊。
我要讲一句话，你若是有糖疤，你会惊你是叫鼻糖惊嘛？鼻糖惊，鼻糖惊。你人无是个 Sugar Baby 咩？啊，我是用呀阿莫话 Honey Jar 来叫。哈，所以你若是有一个糖疤，你若是少年的呢，你是伊个鼻糖，你是伊个鼻糖惊。哈，所以你会糖疤就被买路物件，开镭互你个调个伊，伊用镭包你。伊所以用镭嚟俾你點聲啦。看法啦。OK， 我別使講你講咩？別使講。我講我係看迄個 Sugar Baby 吼，for 查某包大波啦，吼是叫青肉小鮮肉。特別小鮮肉唔是成日講佢哋成日少年了大嘅大波。就叫，特別佢個冇100%講是 Sugar Daddy 加 Sugar 即唔是講是糖媽加糖囝嘅關係嘛 ？Sugar 就是講你查某誤會，特別佢哋冇特別講是糖嘛，佢哋冇特別講是糖媽加糖囝喎，佢哋有可能是。特別我看吼，if 嘅是講是大波包查某吼，Sugar Daddy 吼，個隻 Sugar Daddy 咧是。Bapa ayam lah, iu kui nale, ikui nale. Bapa ayam 特別是做惡鬼喎，是叫人去賣辛苦嘅喎。但人去賣辛苦 ，because 有 like mutual 嘅 benefit 啦。你賣辛苦，我賺累，我夾80%，你夾20%，嚇。and then 你就 provide sex for 我，而我是要是點先？你我有錢嘅借你。特別係個是成家做惡鬼，係是做惡鬼嘛？特別。做糖疤加糖囝，佢冇咩想。我是學你俾，係咪？你係咪試過我 provide 學你？我知啦，我知。特別係你 relationship 個唔是緊係是糖疤糖囝，有啲人是糖疤糖囝，還是糖媽糖囝係，伊是伊唔是有成家叫你去做生意賣你辛苦嘅，係你是你要來陪伊呢。然後佢哋就叫做 sugar daddy， 素錢包咯，素錢嘅啦。我看到嘅是正一個是包2-3個 ，because 有可能有本啊。無寫哦，聽過嘅無寫。無寫係咩？叫我都愛講嘅咯。係咪嚟？係無寫係咪講啊？無寫是係個糖包哦，一個糖包哦，包真正細漢10幾個囡仔哦。係你就唔好啦，你。伊是就Bapa ayam你看，伊是叫無寫 ，because 人indirect是講吼，無寫是華納字啊，是馬來字啊。無寫福建字誒。你 because 你甲未使出聲，無聲。無聲。你甲 underage 出聲是定有你出嘛，互你出聲較太聽嘅。然後特別即個正 set 嘅就樣聲細下，樣要求正少呢，你俾一開 handbag 嘅，樣都係有落。係安那款嘅頭來，人個時個感覺對講安那款嘅 concept 是就唔好。特別我本身啊，人無相嘅看法。我本身本身講，伊安那款嘅朋友有人是講你是大人大姐嘛，你家己 make a decision 嘛，對。然後有人成日看啊，你特別我們是感覺到伊淡薄 exploitation 咯，就是用你無想講，你家己本身嚟講，你有當時你嘛是買去安尼款成日講廿鐳嚟買你家己買你感情嘅嚇，伊唔是感情本來是感覺就是上加感情買啦，我是感覺到即是講買你點聲。有啲人嘛講，成個是單嘅成理嚟咯。依個唔是 sexual， 依個唔是成個講緊啊，去頭路去做雙係你咧，伊是會判嘅，伊會成個人背嘅你看咧。你若是講會去 sexual 嘅是做基呢咯，做基做做狗呢。你即個糖爸糖媽糖囝嘅個無像，伊是成個會你背，伊會有成個點聲背嘅呢。伊會你 massage ego。對，伊成日講伊若是伊外面，伊本身已經有寶，或是有紅誒，吼，伊合併特別到誒 attention，吼，伊會
加類嚟俾係一種嘅愛 attention。I'm Candy。แล้วOK แล้ว係咧，這邊個人亂自己看法咧，亂自己看法，亂本身看法講下就，我咁癲嘅是咁水癲嘅是手機邊嘅是八十八不拉真。係咪意思？係咪？I mean， 你看，不過這個安尼款嘅 relationship 啦，成個講 transactional 嘅 relationship， 我咪看法。我咧是感覺無得啊，呢物件。特別有嘅人，唔知啦，我話㗎 ，maybe 嗰隻是係你 background 講有需要。無法，成日掉逼掉。面是講無法，成個。伊是講有個人較細漢誒點先是啊？伊誒爸母無咪有鐳啊，啥物啊？所以伊真係見物件。哦 ，materialistic 對。嚇，伊見物件，所以伊吹安尼。然後伊人頂住面是寫報紙講，馬來西亞有迄即個幾那嚟 college 個了是 sugar baby 正濟啊。好啦，係咧就是咧是咧 sugar page 是個咩啊？sugar 係咩啊？咩啊 ？sugar book 嚇，對，但係我就是講，我就是聽到這個話題了，甲想到這個話題，聽到這是文了，甲聽到這個話題。我了看是安只 materialistic 咯，我覺安尼。OK，對。少人家愛買好料嘅 bag 啦，有名嘅 bag 啊，愛。穿有名嘅衫啦，我捌看過，我捌聽過有嘅就是有一個查某伊只 sex positive 啦，伊講伊是伊讀冊後，伊是伊嘅 tuition 嗰了是靠伊嘅 sugar daddy 學嘅咯。我唔是馬來西亞一個啦，我是講伊我捌聽過別個誒情況啦嚇。冇所在，嗰隻是咩咯？伊人是講嘅咩咯？你有人感覺到？安怎你看，我是感覺到，但是講伊是家己有心愛用安尼辦法來嘅攤位來 improve 伊家己嘅生活嚇。了家己伊唔是啥人就逼到伊啦，應該是無問題咯，但是伊家己愛嘅。是講我驚。但係我 rasa 有 power dynamic 嗰啲啦。對有嚇。對，是我打波個樓，個鐳。就是我嘅朋友阿妹，是我大個我嘅朋友嘅是，伊安尼嘅回個我，人出去看啦，去是看去菜館，還是去客棧，還是去，就是嘅就是了啦。我真正我有一個，整個我有一個 complex，我唔係可能。我買可能感覺，人有安尼款嘅感情。我嚇 ，so for example， 譬如講，人去食物件時，伊人夾伊人夾伊單來嘅時，我快就搶起來啦。哦，所以你好你啦。到家我嘅朋友啊，伊嫌啊，你係咪問題？係咪輸咗安尼坎坷請嘅路？嚇！頭先啦，然後幾年過了嘅時，伊家會明白啦，所以伊若是要請我嘅時，伊較成個，伊較掂淡薄了，伊我本身可以請我啦。伊無想到安尼款嘅物件，特別你家己本身是寫即刻敏感，淡薄你寫驚講人。我第一年是伊個學曬人，assume 伊要行類。所以伊單來時，好較老嘅人，較濟人成日可能嗬。我做，你做好我邊邊。啲嘅招啊 ，especially 啊，那是我定下伊個度嘅，定下度嘅名是我嘅名。伊人來時，伊那是 automatically 啊，學伊個單學我嘅。我朋友呢？我都起哄了，邊邊咧？你還是特別當今啊！我感覺到當今嘅餐館入面嗬，人較無安尼做法咧，較就是
看 neutral 啦，帮到啲多丁嘅啦，看那冇插不住。因為你會明白未？我唔是干那我較少年呀，我個是兩人一時暗。對啊，對啊，真啊！我本把有咧，看你講 black 你咁講，哦，一時鼻疼嘅，แล้ว這裡是疼疤。我㗎，有人講話阮嚟啊，因為我啱啊，真係一時寫我落去嘅咋。哦，你看個老咋，哈哈，一個博打，哈哈，一寫我落去 ，actually， 然後我看了 Asian 看少年嘅，哈哈，CC 們看少年啊，所以我㗎有一擺時我人去 hotel， 我人去 travel 啊，到 hotel， 然後我人去啲 hotel restaurant 食嘛。然後我嚟 anniversary 嘛，我咪請個水咯對。我家咧對面嘅嗰一個島嘅阿嬤查某老嘅，看了啊，成個啲真嘅看下。我本叫過，我本叫。因為我當人買阿嬤嘛，我看少年。我不要緊啊，人講你我啱啊，我是唔是 mail order bride？ 哦，哇 ，rude 咯。Yeah, that's why what because what 個冇個，伊咪個我講就啊，叫你滴住了，叫個我講啦，我真冇爽啊！我自己你物件別看了我 because 我人古早行嘅時啊，81年83年啊，真少 interracial 嚟個。我人去 Chinatown 我是學唐人咩？啲 university 人去 during 我。真正北方了啫，แล้ว我做邊做工嗰時啊，人個問伊哦，嗰時แล้ว我阿母是愛講笑嘅啦，你咪問伊講 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 啦？แล้ว伊人咪講咯，我真平常啦，แล้ว我真凊彩，แล้ว伊冇講半行啦，特別แล้ว伊是 hospital 人問伊嘛。แล้ว佢哋一個 doctor 大概講，你知佢幫是做咩哦？แล้ว我特登叫物件 free 物件，係去伊人嘅 lunch room 啊。呢個是伊幫嚟，呢隻我是 VP of。一想看未起路啊啦。係咯，看水咯。然後就係講，呢個是你幫啊。伊講嚇 ，because 我按做工啊，我冇拍電話咗 ，and 伊人唔捌看過我。真濟人想袂到講我翁是 actually 有教因 because 我唔捌拍電話給伊。然後若是講我拍電話本好，古早是我做工啊，是我古早做工真無用嘅嘛。我拍電話，我真 professional 嚟，我無講是伊 wife 或者咩，我 just。然後伊人唔知啫，你人想講啊，你有一道人看到我嘛，啲 shopping mall 嘛，看到我，然後我是 summer time 穿只凊彩無 make up 無半行，你看啦。你是伊人咪想講我是 mail order bride 咯。咧，伊人講有影是咩想袂到咗，แล้ว伊人講就是伊某啊是 Bay Street 嘅人嚟 ，that's why 路人唔捌看過伊是 Bay Street 嘅人嚟。Bay Street 係咩意思 ？Bay Street 就是成個路人迄個咩 Financial Street 啊 ，Wall Street 啊 ，Wall Street 啊，我人 Canada 是 Bay Street， 路人是 Wall Street 啊，แล้ว伊是 Bay Street 嘅人嚟，แล้ว after that 我嘛是。甲注意啊，老想出去想甲注意淡薄啦。那我 hospital 嘅時啊，別怪安尼一人來看我咗，伊人甲了想袂到啊，我翁是有某嘅人，了一下聽到講我翁會我去看，了人要來看我，我人家啲人來看我就，了白啊，我死啊！แล้วก็แล้วเราติดมือว่าแล้วก็แกซี่嚟 check ว่า blood pressure 啦ก็ว่าเฉียวจิเลยก็ว่าเฉียวอะไรก็มือว่า pain level เตรียมไล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ล้วว่าอังมาสิ嚟มือว่าเสียงอีโจกังสินะจะเล่นกว่าจะเลย flow ไอ้มา嚟มือว่า咯ว่าก็ยังเจรัง嚟แล้วสิก็โอ้แล้ว出來สิก็ว่าก็มีรังกันแล้วแจ้去看ลูกสิลูกเก่าเต้สิอันจ้อยหลัง嚟特別啦，哇！我咪是講，我冇講了個度咩？我嚟 anniversary， 哈哈，對對，所以我情節衫貴食燒流淡薄老吉啊，
所以我情日水啦，有時我你就我成日看了老阿媽嚟看了我，成個或者但係我佢只條呢，啊冇人但係我看了啊，伊人佢只有 assumption 講話成，我開嘴呢，伊人就知啊，嚟我面是you know，伊人特啲有 assume 啦，伊人 especially 我係按過看個老assumption 啦，特別 actually 是個少年話。其實那個好長咯，這邊講嘅個了有人可能會經驗過。伊咧是啊，那是你大學你會啊，你那是我唔是我請個青菜本啊，我裡面那個青菜啊，人會想我 ，that's why sometimes 啊，我只講我轉，我唔是轉咯，我可能看水看線了。係哦，你哋 assume 嘅人，你去 cruise 上面啊，人想講啊，你是一杯來嘅。伊人 assume that 人個了是無類嘅啦，啊無類嘅，特別伊人唔知 the truth。伊人唔知 the truth，and 唔是講我轉啊，我按特到講啊 ，I work for him because 我趁累我趁伊攞三倍。係咯，就是講我冇講嘢，我趁伊冇三倍。今年啊，我學水啊，借過伊趁累。and 我按啊講少累啊。我是做工個啦，當然我是冇做工啊啦。我是冇看水嘅人，我是一路來都是未看水嘅人。所以我冇做工時啊，我清清清彩 ，because to me 啊，我冇做工時是我幫聲，好就是哦。呀，我幫聲啊！我清未夠，但係去做工。你是冇法的，那個你清未夠，跟住真。我清就清啱啦，然後你係咪物件衫都愛清好好試啦，係咪？我只冇做工啊，為就是穿 T-shirt 啊，穿褲啦，穿 shorts 啊，嗰啲物件嘛，拖鞋啊，咩物件啊嘛。然後嗱嘛是看我咧，佢前面一個好好事啊，安尼，然後我就注意到咗，我去 Australia 甲我紅兩人啊，我人看車咩啊，我感覺 Australia 啊，本是有影，就伊人看我啊，我紅啊是每人咁樣，伊真好，伊真正 friendly，若是我每伊人啊，伊人真正 civil 嘅。冇計講，呀！伊人講，我紅是講我家己sensitive，實在我唔 sensitive，because 是有嘅啊，你 dynamic 有嘅。我啲冇做工啊，我看人真夠看，有啲人啊，一看你想講你無類嗰隻，像有啲人，伊人來銀行嘅時啊，伊人想講我是做咧咪家己檔案，特別知講我唔是穿家己檔案，你看我穿嘅恤啊，就知我唔是家己檔案啦。嗱，講 casual day 是 sometimes 我是 United Way 嘛，你學過課了穿 casual day，咁我咪是穿 jeans 穿係咪咯？人就想我等下是做咧 teller 啦，做咧咪自司機啊，可能唔見喺度。但是我特到看人啊，我頭一刀看那是人請人嘅時啊，看伊人來是點樣？那是一看水我呀，伊就是掉水啊。我目前呢，我特看啊，我是看人，伊人唔知講啊。你 judge 人 before 你知伊人嘅。because 我做嘅工啊，我可能看水人知道 ，because 有啲人想講，哎呀，你這個是當人查某啦、賣啦，係咪啊？實在伊人唔知啊。嗱，有陣時我冇讀冊，未曉講啊冇啊。我個 accent 嘛，呀，你人想講我是啥？你成日講啊 straight off the boat 都就係你轉來啊，翻來嘅。特別啊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嘅我哋搞，特到愛換類啦、買金啦、買蝦米，我貴銀行我搞了是我會曉做嘅，可能物件。Because 我真係 Jewish customer 真夠看人，伊人真暑假甲我做。對，伊真係暑假等人嘅啦。Jewish 係講等人㗎 ，Jewish 人。因為等人嘅嘅看法差不多像嘅，伊人猶太嘅看法很像咯。伊只看你嚟再講，你最伊就愛甲你做生意啊。了要看人。呀，伊人就看人，了伊人看了是啊，就有類嘅人就驚人知，所以伊人伊人看我特到做單講嘛，你看我講，我咪好做單講咯。我查你啲是查個了喂，我打電話每朋友對每人我對知啊嘛，了特到時伊人來啊是看我想講，誒，不見人看我講啊，特別那是你是做你是 intern 啦，你那是隻請來啊。特到真正濟啊，甲了啊是 I promote my promote 啊，甲了 regional 門我成啊 ，because 你大頭甲了是外客嚟，伊人叫我
做我做伊人 advisor，because 伊人知講我嘴巴。因為我聽講，我還沒半無講啊。你特別啊，伊若是講正夠看衰人嘅啊，我就是條下路死啊。別使講啦，別使講你講咩嚇？我講咧講下大聲嘢，我我連麥都冇。Okay. Those who ever 學藍包啊，嗬 ，even though for a degree 嗬 ，because 我有朋友有藍包過，一包20年 ，and then sugar daddy 是講伊讀冊，特別伊是 provide sex for 伊啦，特別咧伊讀冊了咧，嗬，伊個 I spend 嗰是10年，嗰是10幾年咧，伊就冇介意 sugar daddy 啊。哦。係 contract，你看呢，伊是成個咧政府啊派你去讀外國讀冊啊，是你對家政府做緊個幾年咯，意思成個。常常伊是到馬來西亞嘅，因為伊講伊是讀 accountancy 出來。那我有一個 friend 咧，when 我教我嘅 MBA 時咧，嗬，伊是夾我同我咧，我講咁話可能 personally privately 教較好過，伊是 striptease OK。偷晒。伊家迄個女嚟，迄個女偷晒女嗬，嚟讀冊。我講嚇，嘅嚟讀伊 MBA。So 你好我甲 conservative 人咧，我會較 feel 到講，哎喲，你無驚講白刀你來出來外口，可能你去派名先可能。冇你去做工時又拄到伊卡卡，拄到伊嚇。你 boss， 你頭家是負責看過你偷晒。特別對我嚟，但是講我寫嚟雜啊，我是講 so what 對，我是按款想啊。我明白，我每個 business arrangement 啊。我講 so what because 伊會用下你物件嚟。講你做掉物件。blackmail lu 啊。特別就是講用嚟 blackmail lu。就係power dynamic 啦。特別就是伊就冇感覺就講，你 so OK 就 because 我睇你來嘛，你來我係劇嘛嚇，但是講伊本身 OK 嚟講係，伊都有可能都冇驚講伊用一個啊，伊捌做過一個 striptease 嘅經驗嚟，伊是捌做過啫喎，伊是一半做掉，阿妹做工，伊用插去夾伊嘅 classes。And then 伊undergrad 是佢是 biochemical 嘅 ，so 伊是講較快。即是伊本身冇感覺，對啦，家己就是冇本身就感覺，就講伊就 oppress 嚟講係，伊就未驚講迄個打波嚟，未成講 threaten 伊講，我去甲人講，你是到去跳舞可能啦。但是伊感覺咁冇講咯，你其實我家 customer 嚟。伊是無驚，伊無驚啦。但是講伊無驚，裡面是。我是講，你就是對你嚟講，你就坎坷啦。嚇！特別你咁慢，你看過一身軀哦，而咪啲段後尾講我，哎呦，啲查某啊，要拎下面啊，哎呦，係你，即係你叫人講你另外啊。冇阿 John， 嚇，你講你身軀想講借查某啊，伊人來啊，伊人曉啊，你看啊 ，flirt，你看你啊，你本是講，你成結咗啦。你若是安尼看起頭嘅啊，迄個打波人啊，未 take you seriously 嘅。伊 do them 啊，你是 second class 嘅。啊，即係你講博人啲你講。我講話是啊，你是第二級嘅。我知是安怎樣，我聽一boardroom chat 啊。你袂使出聲，你袂使互人知講你聽到。你若是安尼看起頭嘅啊，伊人啊。有數無數，我無插甲你啦，這是你人會數啦。打包啊是演啉酒啊，了凊彩安尼甲你掃者啦，甲你搖者，你甲伊笑者啦，安尼甲你安尼一個啊。你搞甲蝦米物件本好啊，伊人啊無當你是 peers 嘅，伊當你是 subordinate 嘅。你到甲你就我 mentor 嘅人啊，我甲人講聲，你愛入 corporate world 嘅時啊，若是講你有真 ambitious 啊，你就愛想變。你行了這條路啊，你就會轉公司啊。你若是 financial world 是真細，我人甲了捌甲了人講，哎喲 Royal Bank 有一個蝦米啦，蝦米甲了，我人甲了捌誒，你拍一個電話，你做甲管呀，你蝦米人本捌 ，because 做來做去是幾個人呀。特別好，特別伊個
我感覺到那是講，你到底公司裏面，安尼款你講嘅啦，係你話明白。你那是到底外口去攤位來讀冊嘅，我感覺就是只是，你做公司就 professional， 特別你啱啱時時嘅攤位來讀冊，係你我感覺到冇講冇變咯。阿 John， 來博劍啲，博劍啲講。你講啊，係你查某 ，let's say 查某啦，有做安尼講嘅啦，伊 sex positive 噶，仲有我講的 society， 嚇，住冇聲，冇聲，有啊，伊定義，冇聲，一個 maybe 一個 internet connection，internet latency 啊，冇，我哋講了，講係查某啊，伊冇關嘅啊，伊冇講。嚟拍攝啊，係咩啊？你講 sex positive 啊？Even if is sex positive, doesn't mean 啊，係你講個口嘅人嘅了是安尼咋？人伊做安尼講啊，啊你 society 未 accept 咩啊 ？society 冇人看衰伊嘅咋？所以冇你掉安尼 negative 嘅。伊冇插伊個嘅看法是安怎？伊 impact 伊掉伊個。It doesn't matter what she believe。OK。所以你被 control 別人安怎看你嘛？嚇。我知你世界啊。掉安尼啊，你愛隨別你講啊，人再講你是就罪啊，是你變出不抓啊，係咩啊？但掉冇人愛請你啊，伊人都唔係安尼來，image 安尼去，即係世界啊，是真正看袂起路啦，我就講啦，未來會看袂起路啦。我冇看袂起，我覺得。特別你是為你誒別使講嘅，伊是為了講。喲，人看過我成日講古成日講我去 gym 嘅時候，教我當數嘅，人去當數去 gym 啊，做只到啲 locker room 嘅時，我咪是就冇拍攝。有啲人就講一個除紅針個安娜講打出來就我就真驚啫。我個發現咧，成日白幾年啊，做工做只紅針到啲夾出來笑嗰時，一直都冇炒嘅咧炒出來啊。然後我看到嗰時，特別我看到伊就笑到安娜講打了就。你掛蛋咧嚇，你掛。呀，那講得數，嚇你話就。人嘅面前冇，當當今啦嘛，聽到講你 Harry 跟 Meghan 咯，有 Oprah 嘛講咯 ，Meghan 講啊，伊人Palace 伊人 senior royalist 講，伊人叫伊是 Harry Sugar 啦，我感覺這是正嘅，伊面前是冇個亂講啦，特別啊。啲咧 boardroom 嘅位，我聽下謝，安尼看你物件，我就伊人大波講話，你想講伊面前真優秀啦，實在伊人會曉講。本好伊是啲你面前啊，伊袂甲你講你是 Harry Sugar 啦，特別你夾只後啊，即個我真正相信。有家己嘅 dynamic 嘅，伊人嘅阿妹嘅 behind the scenes。你想講啊，這世界真大無人捌你啦，特別啊，真人講 6 degree 嘛，蝦米人教因，蝦米人啊，你唔真濟物件，我係 customer 甲我講啊，哎喲，這個是最大波、二波、三波，蝦米啊，蝦米個了，伊人個了，一知啊，實在是啊 ，polite society 無人講呢。伊來邊啲學嘅時間講嘅，邊啲學嘅來時間嚟講就咧。調揾啊，伊人話看衰伊只濟咯，話應該伊個佢做戲個離婚過了個係咪個啊？伊個面是白嚇，人真正濟人看衰伊咯，特別。安尼看唔是伊嘅意思，安尼看唔是伊嘅意思，聽到伊要搞應該 Harry 嘅事，聽到。有人伊都會知頭先知人要講安尼款嘅物件，然後伊要搞演嘅劇定是安尼出名有安尼隻名聲嘅，但係伊無準備，特別伊就知了人要講啦，伊個要嫌蝦米啊，特別。伊個要講伊安尼，我冇看 interview 所以伊要注實。特別你袂使 deny 人嘅 experience 喎。你冇參你 I'm sorry， 無我想我看下你說我講我會 deny experience， 應該蝦米事？伊講啊，你家己邊幾耐當人嘅某in-laws 噶了，冇事噶，伊人嘅 Asian 嘅 family stay，
你鸟不是介意就講第簡單是安尼講嘅問題，你會硬嘅嘛，你會硬嘅真正無是甲你。Asian 嘅 family 嘛是好事，無蝦米問題。伊呢，特別別啦，一人嘅。教應該即安尼大名聲嘅劇頂啊，伊唔使煩惱要大陸找食，伊唔使煩惱要大陸要大厝，免煩惱厝，伊免煩惱伊會驚無夠嘢食，無夠嘢無趁去學堂，無他咪咪甲了啲伊個事，伊個 life。你成日話是就好咧，你名是有一隻好，你是講伊安尼看到你個會險啊，無啦，你再做咩事？甲你講，英國中，咱是有 country 咧，有 sultan 有 monarchy 嘅 country 啊，加即個美國人啊，伊人嘅 experience 是無相嘅，你知哦？伊度你知正說，伊度咪是講無類，伊家己嘛是 millionaire 嚟，伊喺美國伊有趁食，伊會做工，伊有 freedom 嚟去 supermarket 就無人寫 about 伊，來無人管甲伊有佢哋 freedom 就做，伊係咪鬼愛做乜嘢啊？你有類嘅事嘛？特別伊去美國，英國一條關了，都卡死佢。伊話咪鬼啊！唔寫喎。我先就知了，伊就知。伊若是要唔嘅 Harry 就知是，安尼看你問題了嘅嘛。我阿家面是伊家庭有事，我阿家是 palace。which is institution 嚟數。我會使講哦，我在伊嘅 interview 是講哦。好啦，真係 sugar，即係講嘅嘢，即係 OK，唔緊講。伊講 interview 是 actually，我 feel 到。我冇看所以講。sensitive 啦，我看到伊 interview，但係我唔知是唔是 summary 啦。伊甲迄叫，BB 記啊，你 host 啊。Oprah。Oprah 講，伊講伊迄個皇帝人講，伊個囝生出來唔知會烏無，皮膚無。特別呢是，我記得講，像剛剛啦 ，OK 啊，我生出來，我囝生出來是嘛是烏，我娘嘛是講，我無啉到濟牛奶，無啉到濟豆水，所以我囝安尼烏。哦哈，特別伊講伊是講已經英國，有啦，有意思是啲鬼頭啦。伊是有學人嘅。特別，wai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學人嘅 standpoint，你被明白啊？到啲美國嘅學人啊，講到學啊，唔是皮膚嘅色呢。講到學是真正嘅這是包圍，但係 because 人是 brought over as slave 啊，人唔知，人永遠唔知人嘅經驗嘅咋。So that's why my past suggestions because 人係實用人嘅personal experience 啊，人嘅 knowledge， 人嘅 intellectual 係咪咁樣嚇 ？But you can never understand 別人嘅 experience。So 人講伊 sensitive 嚇，是人 from 人嘅 standpoint 講到伊 sensitivity 啊，特別。人未 understand 伊人係甚至個人冇想，你是全部啦，因為人是馬來西亞人，馬來西亞人細漢甲大漢關係看到人食食嘅人，所以人講食，人講配嘅食是特別人個有人有 privilege 啊，人會配較白，人會配較白，人外啲已經嚇，人到啲已經even 都路成過打咩物件嚇，人已經啊配白嚇。人係配合白，人已經有 privilege 佢一隻人啊！你去每個你都係你嘅另外朋友講話。喂，順印度人咪個印度人是，我順亞出事時，我係前陣間咧關事講，誒，後面數一個看成個長人嘅配，嗰一個成個白人嘅成個白配。你尋正嘅啦，你是講。做人因為因為我係我係所無，伊都無得罪掉，哇！伊都無成咁解咧，人講嚟講。Because from previous，阿莫邊，一個長人邊，我諗講，哎呀，做咩你長人邊咧？後邊我冇講。你嘛得冇講。我阿莫話有陣時，我 pronunciation 唔好。
แล้วเสียเสียรู้ไอ้กี่รู้ชุกอ่ะรู้ไอ้กี่เกี่ยวจิวอ่ะว่า French ว่า pronunciation บ่ฮู้แต่บิว่ากะกี่ใจว่ากะกี่เบ่งเปแล้วทางสิ講出來啊人會笑 because 好笑ว่ากะเบ่งเปว่ากะเลย別人講請酒嘅時啊รู้เกี่ยวจิว哈咪咪件是我知我กะ未做嘅時啊我 arrange 別人做 because 啊แล้ว若是伊人笑我時啊我袂使講伊人看衰我 because 有影是好笑แล้วแปลๆ笑會話咧等陣我俾講隻物件，我俾講，看你我學你講唔使講，我俾講嘅做咩事？我到啲 clubhouse 時候我學到就是講，我做咩事俾講最近我發覺到啲 clubhouse 上面我講印度人，咁我冇愛講嗰啲硬講啊，我講印度硬講，加韓佬我當劍講馬來人，因為我去梅。我去這 room 啦，這 room 嘅 Malaysia 講每日咪 ask any question 把 Indian 嘅 Malaysia 嘅幫嘅先，嚇 ask me anything 嘅這 Indian 幫，所以我就去梅啦，我講我感覺到我有一個 platform 啦，變嚟學見嗬，我讓大家講華語講嘅另外一個字，特別我會梅 directly 梅。係你印度人，馬來西亞印度人啊！我講那是我講嘅另外，其實我唔知我每隻人咧叫我幾耐，episode 我講唔知嘅領事到底是伊所在家還是一滴罪條人，所以我咪梅咯，所以比如我再講我有一個地方，咱常常安尼講啊，安尼濟人聽，咱兩個真正關係啊嘛，咱只安尼濟大人，咁咱們是講安尼咩啊？變做我感覺到那是講咱會明白啊，when you know more, when you know better, you know 咩人就講啊 ，when you know more 嚇 ，when you know more, you do better, know better, do better 嚇 ，when you know better, do better. So 我當今我去梅蘭房間，我講我老師是梅啦，我唔是講我被得罪人，我被梅蘭這正是honestly 被宰。แล้ว伊人甲我講，伊講正濟人叫人格林是。被得罪人，被做作嘅人是條個人格林，所以我感覺到就安尼看，伊講特別有啲人我冇咪插啦，伊講特別。阿張嗰隻咧，what about 安尼？樣叫，sometimes 樣叫安尼，是唔是 offending 嘅？I think 是。如果我細漢時冇用過呢啲字。Anne means brother， Anne 個好嘅是 sister，Anne 是 brother。所以阿你有個 Anne 個好嘅嘅零啊。sister 叫咩啊？阿家呢 ？OK， 所以了我每人咯，所以伊人講 OK， 我有咧伊有幾若人個三四人到底邊，伊個人覺得 generally 講，哎呀，個新時代啦 ，OK， 我聽關係啊冇插，特別講有人是 feel defender， 我講 but 我呢 as an outsider 嚇，我是外邊人，我家己唔是印度人嚇，我特別會曉睇人想咯，你就話。你當見人直直講佢哋用佢哋字啊，嗬，變做人失敗啊嘛，人唔知樣嘅 history 咧就，人知啊伊嘅歷史咧，嗬，人特別較 sensitive 一步。你當見起咧，我直接講，我就想有當時我未基本啊，特別我 try 我有想到嘅時候，我就講，印度人還是馬來人是番呢是。有山有叫做寫山番嘅意思嘛，所以我們是感覺到，本是 derogatory， 所以我等於會講馬來人加印度人，女人愛講外面愛講安怎是女人家己事，特別我是講女人是起來邊咧學見嘅 podcast， 要講嘅是咧，想到咧就講印度人加馬來人。你其實全未對來本表緊我會歡呼女人，特別我本未講去度亂嘅條血淚超係什麼啦，我是講我係講學明白我做咩事會話呢？可能話咯。OK， 別使講，你會講咩？頭先我講我冇應覺到，你mặc無梅，你所伊嘅新婦，是唔是伊啉太濟高啤，所以驚佢就個惡無。冇啦，馬來西亞人就香港啊嘛，大刀啊嘛，即係就係豆妖啊，豆妖就係冇交隻豆珠。我唔是人哋款嘅人，伊冇梅人哋款係成家亂梅人哋款嘅名嘅，冇 scientific 嚇冇OK 啦，到底啦，我俾講到啲你sugar 你。特別讓女人感覺到，嗱，我可能看小英糖巴個味糖驚，等我幫大啫。Anthony
大碌幾歲？哎呦，無fair，你我大一邊嘅是你較互人看。哈哈，你對 YouTube。即係我上你捌看過了啦，這裡小英。It's 伊，後來點先你話30幾歲，伊60幾歲。哦，哇！你看30幾歲，冇看一個少年呀？少年啊？你就是看一個少年呀？想看 age 嘅較大咯。伊有22歲數，你使看少年。身家後生嘅那個，身家後生嘅邊。係咯，計上合適嘅邊嘅。佢伊被14年是這類小英咯，這類小英14年。嗯。你看相了嘛？伊面相無咪換無咪見喎。無咪。有啦，有較換伊頭毛較薄張。我看頭毛就好啊啦。啊，像。我係硬住入去去咯，捋頭毛啊咯。幾年？你講咁樣，我都一個 couple 呢幾年？17年。17年哦，OK 啊。哦，你是加幾歲嘅時候捌你？哦，我包入20歲呢，我拄着伊是20歲。我有meet到藤爸甲藤囝吼，一個你甲一是無 relationship 嘅嘛，是 mutual benefit 係嘛，有 contract 啊嗰啲咩？有 relationship 嘅啊。end up 變個有 relationship 嘅哦。誒，其實好，我有可能我知，但係我未講上節目聽人講，因為我唔捌有拄過嘅人，成個寶貝，成個真知講，伊人有這藤爸是藤囝嘅關係，所以我感覺我唔使講，我冇想捌到這人，頂到啊毛毛菇唔是捌講過啊，頂到毛毛菇。對，伊只好聽啊，毛毛菇捌毛毛菇，頂到時陣時係你係咪叫學人包嘅嘛？係啊，你記得伊講是新加坡嘅人，你會記得伊講嘅人聽，講嘅係真係長嘅，最近。真係諗乜嘅故事喎？特別伊個唔是伊，特別伊個有感情嘅，伊對伊有感情，對。有，特別伊阿妹是未懂嘅啊 ，because 其實成個真正 secretive 啊 ，secretive 伊無愛可以知道到咯，無愛可以知伊話咩講，真正 secretive 啦，所以唔是講真正一個 relationship 咯。It's more like friends with benefits 咯。誒，特別有人誒 friends with benefits，但我想我 imagine 看 friends with benefits 是。你真正濟規世界人家了本。materialistic 我想你講你成個會累啊，特別有當時伊累是有當時無法咧，你使講你出來啦，你使講我係爸係咪有病，了我拄到一間人，伊背包我。了我而家累嚟鬥下手係8億，我感覺我有可能會做到咯。有嗰啲人誒，有嘅人我較濟是拄着互 student 互人包出來人冇數，讀冊未在調 continue 落去啊，所以拄着係 sugar daddy，伊講 sugar daddy 個你老爸破病，嗬，你未 continue 你 private 誒 university 了。所以我學你 education 加你誒把誒 surgery 嘅類，所以你就陪我。嗱，你看啊，做咩事啊？伊人會在調即係導廊路啊，特別伊後面導廊路伊個愛即係，你食啊？特別我睇。食愛導廊路嘅啦。特別你是看起來講，就唔是線路嘛？伊是開起來講嚟講唔係幾嘛？伊就唔是講老路。伊都唔是講，哎呀，我睇到愛情啊，係咪咪見了時，了我啊，即係別下講正正啦。I sex benefit 呀，and then 我學露愛你。冇白講。就是因為有安尼款嘅物件啊，真正濟啊，即係10年嚟邊啊，我知我家己經驗到嘅啦。就是安尼款咧，真正濟中國嘅為嘅少年嘅查某啊，伊人出來嘅國家哟，伊人嘅故事甲了像嘅啫。我出來做即個物件，是因為我嘅厝我講我嘅哥啊，我小弟讀冊，我嘅爸是我嘅媽愛大樓啊，大 hospital 我無累，所以我愛安尼款了，伊人就變做伊人去撈安哥嘅累咗。
แล้วอีหลัง唔是香港啊，伊個路咁正啦，特別伊人真正สุกา吹哈。ยัง真正สุกาช่วยให้เราไว้อะ就是講伊哋係人啊是來新加坡做生意外國華僑啊成日多啲加拿大多啲美國啦落入出新加坡你知做咩事哦因為伊人講上一個故事好無上人聽所以伊人愛 manage 啊伊人愛去控制伊人嘅點聲所以伊人就是愛吹幾拿看咯咧樣幾拿看安排個真水啊所以一個入來新加坡點聲伊就想講一好路100%的點聲，แล้วก็อีหลัง對點聲佢就看來咯，所以樣安排個真正數。這邊做啥？本身看到 professional，像樣講 sugar baby 嘅 professional sugar baby 啊，對，我冇聽過啫，我聽過是泰國嘅，伊冇對大個包嘅就係 sugar daddy 嘅。哦，我一個 customer，你嚟 vacation 嗬。你 suka 話你包啊，我上個月一個好路嚇，貴咧嚇，伊安排伊 schedule 就好勢啫噃。我上個月後嚇，我估一個 sugar daddy 啊來啊嚇，我就敲你哦，第二日你陪走嘛，我估一個 sugar daddy 來啊，我就陪伊。我係朋友啦，伊甲我講啦，伊做生意無點聲嘛，แล้ว伊住一個國家，伊翁住一個國家，แล้ว伊翁伊厝真大間啊，伊翁互中國查某交去嘛，交去了伊知本，但係伊本無插 ，because 伊朋友甲伊講，迄個中國查某甲伊扣厝扣甲真好勢，煮互伊翁食，咪甲了真好勢啦。你伊翁講啊，伊賣 complication， 9點聲我叫伊出，你就叫伊出，伊翁講 OK 啦。แล้ว伊對美國了時啊，伊咪叫伊查某出咯，伊查某咪走啫。哦，你你查某累啦。伊查某買走 ，because 伊查某知講伊釣到一杯真正大杯嘅魚了，伊買走咯。哦，你買走啊？我伊 because 伊做中國，伊做生意 global 真大卡嘛。แล้ว伊中國伊本有 contact 啦。伊講我請人啊，我會查到你嘅爸母嘅，到時你 regret 嘅時候是上班了。我唔是做你呢，我是做你規家庭。上家咧，你社會呀，แล้ว你查某問我 OK 咯，伊嘛愛走啊咯。แล้ว愛走咧時啊，伊甲伊翁講伊叫伊翁買伊嚟中國查某叫你伊翁買一間厝互伊。แล้ว伊翁嘛講 OK 咯，伊嘛買一間厝嚟，唔知伊翁講 OK， 這是想90幾年前嘅啦，92嗬，唔知92。咧伊翁講 OK， 我互你美金100千，你家己去買啦。แล้ว我朋友啊，驚買一個店，伊買互一個店啊。伊甲伊翁講啊，100千買厝啊，買甲真好，可以150千。啊，可以150千，我買一間厝互伊咯，買國名係咪個了啦？แล้ว伊講看我朋友佢幾善意咗 ，because 伊看伊有一個囝8歲，伊翁啊是無過厝咧，對，成分手啊。你甲你查某講伊講，我翁互你25千啊。是開袂久誒，我互你50千，我買一間厝150千互你，佢買一間車，逐項甲你預備甲了啦。伊甲我講，到頭到尾是美金250千啊美金。伊講你毋通甲我拄着裏邊，我無愛看着你毋通拍電話，蝦米本袂使，若是你我互你安尼坐類，我安排安尼互你好，伊閣可以去讀冊。แล้วก็ขออีก驚係累係咪㗎了啊？伊講 because 啊，我知講你做安尼款物件是 because 啊，你係生活無好，我福氣，我生活好，我看你是一個查某啊，你本是有國外厝，有國外翁啊，這是一個交易啦，像一個 transaction 啦，當金啊，一個 contract 了。我無愛看到你，若是講我看到你，還是你拍電話，是你電話是啲我 number 裏邊啊，我是一頭睇死你啊！但係伊個係快佢啊，係冇啊？because 我朋友是阿個40幾歲50歲，你看啦阿個。你在裝地學期哦，伊翁地學期哦，我感覺伊翁 reap benefit 㗎啦。翁是迄種有類人啊，是死人免做官行啊，佢即係。伊是細漢甲大漢都有類嘅啦。了伊無
like 伊无做物件个了嘛，了是伊个查某好就，我甲伊讲，你啊有影是真好诶人，你对我比我嘛对我更加好过。伊讲我袂来吵乱你咧，感谢你真好，来走去。哦，伊无快开哦。哈，你伊佢甲我讲，伊问我讲，你大波有去泰国？我讲无。伊讲伊个翁啊，甲伊个爹，甲伊个翁伊生殖哟，伊咱过坐飞机去泰国吹查某诶喎。伊佚佗啊，了转来，了伊甲我，伊即有个人啊，人看真开，了佫一天呢，伊个翁嘛是，伊是Cambodia诶人嘛，伊翁嘛是转老手，伊买 condom 虾米物也买甲变我翁者，伊翁讲啊。你对来时，我无爱听虾米故事，虾米我不爱听。了时，伊讲你我买个真济 condom 互你啊，你是用袂了诶。and 你毋通甲我生着一个大巴肚，你毋通带一个查某对来，我一句我不爱听。你出去外面，你做虾米啊是类似，对来是你前去做爹做翁做虾米对使啊。我着有着青惊，你知有个人肯甲我讲。但所以我看物件，我看真济 Sugar Daddy 我冇看过，特别好累嘅，我特别做累，互人去学。哦，对哈，because 做哈，对，我会。但是需要嘅时啊，佢抢物件嗰本有。哦。日本，我就去割那个，我去拍，我去割看GGI，虾米 GGI。对，我会听哈。诶，特别啦。生出来无人，你囡仔生出来啊，爱钱买钱嗰本有。真正。看个了啊，真济，安尼物件的，所以真济物件，我袂就青惊，我听上济啊。了如果一个你吹过看的时候，你变做这一人，你成你这边看不真看在的耍，你看你听到这济告诉啊。呀，但是啊，像有，但第差咩就是像有咧啊，像伊无爱走爱断手了啊，了伊翁买断啊，了有陣時伊無甲我講啦，是斷啊啦。你翁佢假使講伊無個啲厝啫。假講伊無個啲個。啊，你假使實我個伊是一個 couple 個啦，實在是無 couple 啦。了有陣時會甲我講，了有你愛像愛有外邊有查某了啊，愛分手啊。了我嘛是特別算累咯。了，伊係成日累出嚟啊！再出累嘛？了，伊袂 afford 啦。我咪講，你若是袂 afford，你嘛特別大了，你嘛特別亂咯。哦。了有咧啊，像個伊個累啊，伊個退休金啊，伊愛換名，換伊寫伊個名啦，伊愛換我個名。我甲伊講遍，我講啊，你換名嘅時啊，你 bank 就對。通知你。伊個就。然後伊講袂，伊叫我行去 bank， 我講袂使。我講啊，你若我會使甲你換，特別我是老實甲你講先。若是講你無開着咧，一定要跳誒。你安怎會去下別個查某誒名？伊定要知着啦。定要知，了有咧時有驚了，唔敢互某知，了特別出呀。了特別互累咧，有咧啊，先查某講斷啊，又佫無斷啊，佫個甜，哎喲，真正濟咧物件，哎喲，我俾問啊，我俾問看是講人講嘅當然較就是講甲你但係人講到你查某做 sugar baby 嘅查某嘅，แล้ว人講到做 sugar daddy 我俾聽講甲。做你 sugar daddy 病嘅故事，做咩事有人會嫁女嚟俾，人哋可能感情嘅人俾，人哋可能感情。但是咱 imagine 啊，咱想看，但是我是啊，得一個查某，還是查甫，只有女，只有會嘅。特別攞有感覺到成個哇，我那是要用女俾對來嘅感情，我話啥，你會 enjoy 咩？我是想未痛咯。冇啦，這樣啊，這類。我係想講同什麼？OK，等，我會聽住講十萬不拉真講。OK，so 上個你看你物件，係咪咧？係咪藤吧？
藤巴加藤镜吼。哈。好 ，OK。So 藤巴藤马有時伊人是真有類。哈。類對人來講冇問題。是唔是冇問題？類對人來講唔是類嚟，是一個物件。包啊。去做，互伊人賺到伊人愛嘅物件。哦，是一個 medium， 所以伊人看，伊人甲人看類嘅 perspective 無相，你袂使舉你嘅 perspective 去 head 伊人嘅 perspective。OK， 所以成講安尼先，所以 OK， 了後伊人咧有嘅人是伊人知講伊人。賺類賺甲巴了誒，然後伊人免個再，我就講免個再去花時間，個再去賺類，特別伊人未來伊人會類會家己捧入來嘅。所以免想到免煩惱講類頭攞咧，即是對，然後 normally 咧，安尼人咧是真lonely嘅，真孤單。哦，所以就是伊個用類嚟。俾嘢，OK， 唔係用，唔是講俾。特別對伊人啊，伊人嘅看法，你是講類對伊人是講，你講嘅話不夠明白掉。類是，so，你有 contract 嘅，你就我估一間啊，伊達規則啊，伊可以冇線路，伊有 marriage contract， 你即係斷手啊，伊可你2年嘅線路啦。就一達年啊，你發線路，一到時上卡 Sylvester Stallone 和 Bridget 唔知 Bridget 係咪啊？一年唔知1 million 嘅話是啊，係咪貴？我 customer 不是你看我貴幾個，一年一個月2000，這是1992年一年2000，一個月2000。了伊 contract 是那是講伊人 divorce， 伊可以2年。and 伊可以2年嘅線路，了無啊，伊無 support 無幫行啊。都斷見啦。OK， 等學生拜拜先講。我特別 stop 路地下邊。So if 教英係咪教英然後即係都唔是隨講藤爸藤媽加藤家了，即係是隻 marriage， 你人家己安排了。對。So for 我嘅看法啦，藤爸藤媽加藤家安尼款嘅 dynamic 咧是，你人愛有一個 solid 嘅，我就講啊 ，like 一個 understanding 先 ，like first 你係咪數會用類來買人嘅物件，還是用類來換我嘅時間？這裡是一個 service 咧，還是這是一個感情咧，還是這裡是擱再另外一個物件？所以加了人嘅無相嘅，對哦。所以你特別按照去看咯。所以伊查某是屬於迄個查某，特別迄個查某甲我講，伊無屬於咧查某，伊嘅想法頭甲尾咧是無愛收這查某久嘅，即特別咧 because of 伊嘅position 啦，伊嘅 reputation， 伊袂使甲人有路，แล้ว that's why 伊交因，特別伊交因伊無請酒嘅啫，交因 register 呢 ，because 迄個查某想講啊，交因我了啊，我會大了。特別你答波甲我講，伊講我一路來無再講伊唔 ，she is not the one，but she is the one for now。for now 啊，但這裡是真正，這個無相啊，這無相啊，咯嗱，你看咯嗱，到後尾無相啊嘛，對哦，所以安尼咯。特別我前面有位妹女嘅18不啦真，如那是講有，你我本身唔捌人啊，所以。咧 sugar 即係藤爸藤媽加藤囝嘅transaction or arrangement 啊，嗰時叫做 arrange 安排啦。即係安排，伊是會固定嘅，還是嗰是 short term 嘅？睇住。每看係你 provider 嘅咯。因為所以到這個 dynamic 裏邊到這個 dynamic 裏邊，一個人學，另外一個人收嘅嘛。
所以燒嘅咧，大刀是看安怎咯，是迄個人愛學話，伊搞個節節，if 嗱講伊搞個節節，伊對路哦，路個 boring 了，我買路了，我去吹別人了，就是冇啊咯。但係是 power dynamic still 是到啲出路嘅人啊。你 always 是出嚟人，攞病嘅，有藤架係講，哎喲，你學我類，人哋招我除掉別人，我除掉別人嗰個字啊，我去對伊了，因為係你人講，我未使對別人，我梗係愛對伊 exclusive 呢，所以未使夾住了，แล้ว就半了咯，安尼咯。所以看是看講啦。意思係寫意嘛，嘅咁想。寫意個冇咩想，寫意先是有感情嘅，我感覺到。喲，住嚟先。哦，別使講你聲真係，你聲準。你 internet 冇咩事。別。哦，你 battery 係了，別我未聽到錄啦，你聽到特別。我本身把你藤巴都冇相關了。嚇，你講下。我本身把你藤巴是真正上個這個咩300了。首先300講嘅是真有累了，特別有家庭嘅，有後生有查某個了是真正緣投真水嘅。有寶的呢，特別嘅寶是甲伊差不多病歲啦，60幾歲人了咯。แล้ว特別即係藤巴咧 is still 真正源頭個，แล้ว因為伊有迄個類，伊規世界走，所以伊去捌到啲中國嗰邊嘅人啊，較 exotic 咯，你去捌到蒙古里嘅人、Northern Part 嘅人，咁一大堆咯。所以咁樣捌到一個是20幾歲嘅少年查某，無是30幾歲，所以死第一招一半歲聲嘛。所以變做話，伊感覺到安尼款嘅人，加線咯，แล้วก็ซองเนาะก็กับอีแต่ปาราบิงปาราพงจิง3ใบตัวตุยมาแล้วชุดเกียสิก็ล้ำเดียวอีมีตัวตุยซะอีกำกับด้วยอีเป็นตัวกับอุหงเท้าเนาะอ๋อซะทรอฟี่นะเป็นทรอฟี่แล้วอีจะเป็นตัวอุจินดัสอุอันนั้นควานี่จะเลยมีถึงเจ้าวะเนาะแล้วแต่พี่ถึงเจ้าว่า唔止一แค่เนาะ因為伊過頭 sexually active 所以去到無相嘅國家無相嘅地點嘅地方喺中國呢大喎無相嘅地方伊得大力位都有一個藤罩啊喲อันนี้คนเนี่ยโอเคแต่พี่รวมกันแต่ว่าว่าจะ try จะ想ไม่講那是講อันนั้นคน嚟講咧係試做4二嗰啲啊是伊個咧藤巴藤鏡嘅感情是上個真正咁想嘅喎，特別有你寫意是想講，你一部好你咁咁樣做伊寫意嘅喎。掉落位嘅，我係關於正經。係你度噃，係你我哋今日就諗佢講藤巴藤鏡嘅感情是特別有。我感覺係你是4二了咯。冇想啊，嗬，就是講，即就是有 transaction 嘅，即特別有類。對 arrangement。即係含你心都好路緊啦，類無類，一加了出去。即係成個 almost 成個 professional 誒 relationship 呢，成個你 bank 我去自己 bank A 咧，我你係我嚟自係招我去 bank B 哦，你看呐，有4以前呢。特別係你度變，有咧是變做。特別 of course 唔是 exclusive 啦嚇，唔是講惡白啦，是講我是感覺到，但講你別講這就是藤巴藤馬嘅關係咧，你特別是有 transaction 嘅咯。是啊。寫隻 trading 嘅咯。trading 哦。有嘅是都冇類嘅，就頭走啊。係你是有類嘅啦，佢其實是 actually 是人冇叫藤巴藤馬藤安那款叫呢啦，那是叫錯四二可能啊。有嘢波嘛，你紅音落爛嘅，又咪是走冇。掉本啊，你冇即成呢多啊，是係往本走完可能咪講四二。掉本啊！我想掉。你講。我個人partner 阿毛就我，伊嘅 mother 啊，阿毛就我啊。伊夾減有類揾嘅啊。伊嘅家庭伊嘅唔知住啦，伊人開 hotel 嚟個 Ireland 嚟。OK。Ireland 嚟啊。即是伊開
有特別伊媽甲伊嘅爸離婚。伊媽阮是真正嘅咁惡，阮哋啦伊款嘅咁惡阮哋。伊走去倒機啊，去找一個蜜糖囝咋。哦。伊對個伊蜜糖囝買厝吼，伊啊倒機少年咧，少年20幾歲，伊哈暫時有冇60歲啊？哦，60幾歲啊！原來你查某囝幾日講你啊？哦，伊嘛是無管，應該伊，你再接觸有個人，做咩說愛有迄個蜜糖囝，應該伊人愛人 stroke 伊 ego 啊。伊邊就是伊家己本身嘅人，本身嘅出來人，是愛整袂互伊嘅即種嘅袂講即種嘅話，互人聽啦，所以伊就必須找別人，找你蜜糖囝來。伊愛有來有變啊，人對伊成日看，成日撲只 respect 伊，還是話你只菠蘿素嘅嚇呐？菠蘿素，我講呢，我感覺 it's like。因為佢累個詞，特別 that's why 我每次冇明白，特別當 until 就係那陣講嘅時候，我把你個明白掉呢。意思講我有個人啊，個人看累嚇，會看法是完全唔同嘅。伊個累有人只是人干了物件，但項物件干了，本是會累嘅話，到對來人呢，伊就會用安尼款嚟做安尼款嘅 arrangement。伊講啦，伊是80幾歲啦，伊靠一個大波是60幾歲啦。了伊後生嘛是無暑假咯。了特別即老雜某真有錢啦。你睇老雜某甲我講沒有？伊講算來算去啊，安尼講較滑盤。伊講啊，我若是一個 housekeeper 來甲我抾厝啦，我 driver 啦，甲我做一個壓花啦。搖拖卡啦，搞錯我係搞去行落嘅，你嚟較貴個。我本身愛50千啦一年，伊講我當今嘛，伊開我一年啊是38千啊 ，because 我出類我知嘛。伊寫了。要有一個後生，有一個查某，你後生真起哄咗，你後生咪解講話，伊後生講你白無好過啦，你安尼。這回啊，如果伊甲我講，伊講人想講伊是演嚟房間嘅物件，伊講唔是，伊是 companionship。會人陪。啲人啊，伊即大波是 educated， 佢會講話佢好看，了mentally 真 stimulating 啦。嗱，伊講就是成個，伊講老實嚟講啦，伊感覺啦，伊安尼借累啊，伊也袂。伊暗暝困嘅時佢冷，伊無 warmth 就係，伊累會俾到 companionship， 蝦米屬伊買俾？條本。特別伊查我 OK， 伊查我是 lesbian， 伊查我屬個我，伊甲我講，我就聽驚。伊查我 OK，because 伊查我會 understand 伊 mother loneliness， 特別伊後生會 understand。伊講，伊甲伊後生講，你若是驚講我無互你累，我當今一半累，我刮互你，伊刮伊一半累，本是我出累啦，本是我 ，I mean， 唔是講我出累，我安排，我安排一半累可以，伊甲伊後生講，你夾這個累 ，because 伊後生講嘛，你開爸爸嘅累，這是爸爸嘅累來。你講 OK， 嗱，你愛你累哦，你夾你累，你免插我當今我做蝦米是我嘅事，有剩嘅累個老是互你小妹啊。伊好伊後生一半了。這是阿嬤是等人。阿嬤嚟。我係 customer 較濟個了，我是阿嬤嚟。我係人係 customer 嚟。啲美國嘅位啲 Fort Lauderdale 我捌一間是藤囝燒老人嘅，你捌聽過無？很早講。做小老人，這間就是我無甲安尼親甲伊啦，特別伊是差不多，我想伊40幾歲啦，特別我捌伊是30幾歲，伊真好嘅，因為伊個客廳呢，伊人有幾耐樓會泊車嘅樓佇 New York City， 所以伊人求伊個。renter， 所以伊都唔捌做工嘅，伊都唔捌去大學嘅，伊去學堂了，
學堂了是伊畢業 high school 嘅時都冇做工了，一般去佛羅了去對伊成個話咧屬於老人嘅嘛，所以去對老人，特別一間嘅老人，咁啦，菠蘿用嘅阿公咁了，是係咪啦？啉酒線啦，白膠龜啦，係咪咁了？人哋唔伊嘅類呢，所以一般是冇插啦，伊人用伊人。這個有一人，一間嘅人了，個這個四個白人了，伊參加白人了，白嚟阿公了，隔了伊老阿公隔了，伊嘅爸好變阿了白伊嘅嘛，伊人袂係咪意思去隨伊？了一般是根本誒少嘅，reverse 係食個多餅嘅，唔是講隔了，是老人笑少年人嘅，即係少年人笑老人。少年人啦，伊是一般是要大人啦，一般是暑假老人啦。我咪講較濟了啦，是要大人嚟啦。特別冇甲之類故事冇關係啦，伊要大人。冇啊，所以是講伊個老，伊是特別本是上啦，無插講都是特別啊，你看伊是少年人啊，特別。伊個款啊，上個藤巴你看伊 reverse 嘅 role。所以上個什麼啦？當講本是對啦，所以用伊個鐳是被用伊個鐳來換伊個換配物件嚇，對。人是講白，有陣時是感覺到就歹聽啦，所以咱是講夾鐳來換咯。哇，其實本是白啊。แล้วก็有ชิม一個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是講，就是你當疼爸還是疼媽時咧，是真正大嘅，真正可能是你驚 rejection。哦，所以為咗買 reject，伊驚你來白掉。唔是講白掉 ，is like。包 dynamic 咯，你感覺到你有鐳嘛，所以你用鐳，你變做有關係，是變做呀，所以你看 at least 你感覺到你嘅鐳來 control 淡薄啦 ，even 都冇100%。control 啦，特別 like as a compensation 啦。是啊，嘛是 control 咯，但是講樣嘅 rejection 嚟講，就 means 用鐳來 control 伊嘅 outcome 嘛。特別有可能樣嘅想法就講咩啫？啊是鐳會解決嘅問題，都唔是問題了咯。對咯。我就是講，你講到這裡，我把個想到就是乜嘢啦，講到我紅險個 click，我特別啲想講，哎呦，咁唔得呀，嗬，依家鐳嚟俾特別唔得係咩數，因為我冇鐳數，但是講我鐳這個上擺開本，只是人們開不了嚟講係，我有可能我係一種嘅想法，有可能都冇想咯，對我嚟講。是咯，有影嘅，即係有影嘅，老實講是有影嘅。因為啊，有啲人啊，細漢甲大漢，無正咧，即係你就是我就是 OK，但係我就是那款想，我講我感覺就講，我若係用鐳買嚟物件，想都天天都無，我就再講是假嘛。特別有啲人係，但係上日就講啊，好像 click 掉，我想就講，有啲人自私人，伊嘅生活都是鐳做談之類，鐳做談之類，咁了物件冇試過係鐳，所以鐳安尼這個上擺白了啊，係。你特項物件個關係，你愛係咪是鐳，愛係咪是鐳做嘅，所以變咗用嘢鐳嚟換做這種嘅 companionship，是attention，是 fulfill 伊嘅成個伊嘅係咪？頭先你講咩啊？伊嘅 stability 係什麼？變咗是一個 pure transaction 呀，變咗 transaction 呀咯，伊是 arrangement 呀。特別有真濟啊，但人伊人本是愛家己騙家己，特別老實家己本是知嘅，嘛是想甲人查某咯，人穿 shapewear 啦，人穿，我看起來真水啦，無巴肚啦，卡穿細細，特別你知講你 Spencer 出來啊，你卡穿，你想講伊人唔知咩？伊人嘛是知，是知你查某愛伊人甲伊人好啊，特別伊講事嘅物件啦，伊人本是知，就是老實講啦，成個。But they are okay with it，伊人 OK，伊人唔是講唔知，伊人知特別伊人會驚會痛，伊人 OK 本嘅。
要伊人是 reset Clubhouse 哦。哈 ，Clubhouse 個人新嘅人就嚟啊咩 ？Clubhouse 係 reset 嘅 Clubhouse。來 Clubhouse 啦，一啲聽講下，亂聽噶是亂嘅心噶，大家有物件愛講，請亂起手者，但係你起手起來講一點聲咧，我人做 record 你聲起來啊。啊，特別好。人愛起來下課嘅來起手者啊。特別我感覺到你兩個啦。煙啊，我感覺我感覺啲兩個是困嘅。咱看，咱 try 下 test 看，咱啲人就啲聽到個未困過起手啫，我冇頭腦起來物件。哇，較濟上，I think 一啲上嘅，但等個了上啊，等幾天個了是困嘅，咱在，兩個有，兩個，佢一人未困過，兩人啊，兩人，演個，演你冇困過喎，哦，這個就問起來啊！小，實是幫助啦，嚇！小背虎是起來幫助嘅，請起來，等我看，起大頂未？啊，yen你冇起來喎，yen你冇起來啊 ！OK， 咱有可能後尾幾分鐘個新嘅人會嚟講啊 ，Clubhouse 對啊 ，Alan。冇，yen你是起手 ，sorry， yen你是起手呢 ，sorry， 我是彈掉錄起來，伊是起淡仔啦，問題就是無困嘅人嘅事，伊起來，所以當然彈掉錄，下掉錄就 sorry 唔要緊啊，小背虎你請來幫助是請啊，小背虎，請佢話驚，嘿，忘嗰啲落掉，唔聊啦，忘不了啦，啊 ，OK， 了啊，加工嚟啊，加工。哦，加工嗰度啲咧位，加工嗰度啲 Clubhouse 個，OK，咱講個一邊先啊啦哈，了這是 interesting 嘅話題咯，我就是想我覺得有一隻明白到呢，就是大媽300%講嘅咯，我好險嘅 click 呢，我是把個想到，做咩所以，我特別想未通，但係把個想通。咱本身是未假，我家己啦，咱我家己那款想法是未假，特別我 at least 我會想個想法，原來伊人有個人成那款嘅感覺。OK， 講個一邊先，這個禮拜咧到啲 Clubhouse 人咧，若是亂有興趣聽，若是你無對我嘅 club 咧，來使去訂咧，邊個學見 podcast 會請出去訂者，你對訂 follow 咧，對到我嘅 club 咯，等我看當佢 club 有幾人啊？我嘅 club 有188 member 93 follow 啊！哇耶！然後若是亂邊個學見嘅人咧，啊未有 member 佢咧，啊未 join 我邊個學見嘅 club 嘅人咧，攏未參加，攏會使通知我，你使 Instagram 嘅 DM 我，還是到啲 Facebook 會使 send 我 message 我，若是我有 invitation 嚟講我會記下啦。我一禮拜特別係談3禮嗬，就禮拜談3禮，所以了個有當見我個 club，了 club 個會 nominate 較濟人啊，點我個出過嚟 invitation 個。特別一個唔知有 reset 啦，所以若是有興趣要參加咧，攏會使甲我講咧，是我對嘅攏即叫我 club 嘅裏面啊。這個禮拜特別嘉賓到啲Google Meet 裏面咧，就是英國中好半減啲3加3laksa 係我 can 字冇講掉啦，我唔知減咗啲個掉啲啊，特別我啲個，你看你後屌嘅房間啊，後屌嘅房間已經是炸起啦，後屌嘅藤啊已經有開了，你看到攏看到後唔對邊，後屌嘅藤啊有開了啊，你看啊，我一頭出啦，แล้ว個到啲感謝冇白你幾名嘅話。聽名到底係俾佢講話你房間 Clubhouse 嘅房間 Kelvin， 唔係人講少數嚇，แล้ว個有真久無對嚟甲我講咧，佢個仔個老鬼名甲我人講300讚，感謝。แล้ว個我人先老鳥未使講嘅大媽小背虎，佢出嚟冇得請，แล้ว個先大媽個一人嘛係你紅豆冰。紅豆冰冇講到嗬，即係嘅第啲要講到。紅豆冰。紅豆烘係啊。紅豆烘俾紅豆冰嘅嘛，而講。換名。我講換名。伊係頭叫紅豆烘咧，而家我想到叫紅豆冰，所以對叫紅豆冰。紅豆冰加脆皮餅咯，脆皮餅唔使過，就係脆皮餅就冇唔到馬來西亞，脆皮餅到美國應該是請過啦。好啦，我啲冰。嚇，แล้วอันนี้看咯，แล้วก็有裝啊，冇啊嚇，อันนี้看，大媽個係咧。媽咪被拍死，冇咩？
你拍是講你出頭嘅物件係咪？哦，lock 意思對意思你膠囊未記哈 ，OK 對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咱過來學過，拜拜，拜。喲，我未記，特別放唔到聲，之類，我不知冇夠大聲，我放這邊 ，OK 拜。哎呀，撲機架撈，對唔住聲。OK， 到底 YouTube 嘅有嘅人咧 ，YouTube 嘅人這邊頂一禮拜無看到 episode， 到這邊一帶，這邊啲手邊咧，定看定聽 subscribe 啦，往放新嘅 episode， 還是有現條錄音是對通知你，一啲咧，就對去第一買，本來學件 T-shirt， 啊買充幾條但冇這啊，頂面明朗一啲嚟浪，拜，禮拜再見，拜，故意告訴你禮拜。